係咪？咱嘅 broadband 啊，真係一解嘅，無個攞3 MB per second 呀。你阿妹是人對厝辦公嘅時啊，人家人袂用嘅人電腦嘅時啊，哎喲，你袂驚做一個啊？袂 stream 播行袂做下咩啊？佢杜蘭一個，啊冇人啊，唔知伊人甲咱講要來 join。我講伊人我走下你把你幫嘅事，伊人講我講我要去 join 伊個，所以人講下人判未參，咁呢啲 help 就你試過個，可能啊。Tapi wa message伊都無應我，做咩鬼？伊去買一個新嘅 iMac 啊，人去鬥架手 configure 互伊，แล้ว我鬥伊嘅 Google Plus 嘅 video 嘅 applet 互伊啦，係咪啦？你講有人看到啊？你看到 show 特別冇 join 過。伊人係咪想俾佢 refresh 嘅？伊個 refresh 嘅 button 啲 Safari 真係細呢，即係伊細嘅 arrow 細呢。哦，貴嚟啊！嚇，住來。哦，貴嘛，冇貴。聽到我講過，聽到，明。冇估。嚟啊，就係咁嚟啊！你是中間啊？中間啊 ？Yes，是。看到伊卡。就。中間。你試過冇看到過？係啦，唔知做咩。哎呀，慘啊！我 Android mute 掉我個電視。出來啊！追？這個是天氣啊，是上面要唔嘅才來入來啊，因為你這樣子這樣啊，每日咁樣，你把站車啊，一直help them。哦。啱咩？中間日本。Hello， 聽到啊 ，John。聽到。毛是毛菇是。毛龜。哦，毛是毛龜。哦，毛龜我唔捌。捌到條。Hello， 人聽到。A。OK。這是啲 full house 大班去哦。啊？迄個頭晚互我人看迄個 cafe。女。南西來了。南西來了。因為迄個就叫佢哋講嘅。因為我未 stop 咗就人講我未 stop the sick 啊，我肯定流曬啊你。不要緊，流曬會使嘅，冇乜問題。你做成個 detox 先啦 ，colon cleansing。好長，乜物件被 stop？呢隻 fix 啊 ，fix 福建話唔知係咩嚟啊 ？fix 叫做無花果。啊，無花果啊，廣府話是無花果。無花嘅話你快貴，有兩種，一個中國來，一個是美國較貴，中國較便宜。安怎你會嘅？啊，來啊！拍手！漂亮！哎呦！還攞㗎你博士，唔知係咪貴？你用 iMac 啊now？嚇，一買就嚟 iMac 啊，梗係水一個。一買啊！係啦。OK。咩啦？晴子是唔是？誒，晴子冇揼咗些啊 stuff？
啊，青沙，我叫我青沙。好舒服嘅啫。啊，青沙。人家平翻啲嘢，點樣？被偷貴了，你看到真係明明了。貴嘅個數條是真正貴嘅，是個房子啦，所以已經是貴啊嚇，真正。貴啊咩？哦，貴多數咯，是。貴個是房子啦，已經是貴啊咯。你 join 掉不？ join 了，嗱陣嘅，thank you，大家我教你講呢做咩事？你試下咩事？一部去訂下你 tick box 下你 agreement 都就係一去訂冇。哦。我啲流冷冇啦。但係 make sure 讓老阿威就是500 episode 都在哦。OK， 我咩攞咪有點樣？貴嘅告訴你啊！我冇講貴啊，我嚟報道你啊。成個話啦，我記報紙呢。我都冇嘢好講啊，我真㗎。按照我估奶時候特別一秒一時候。我試過，你唔是毛毛菇，你是毛毛龜。啊！你是毛毛龜。慘咩啊？毛蘑菇大寶奶唔是毛蘑菇。咩聲？冇在咩？唔是講伊係在咩？而家就是你未必啱。各位聽眾，歡迎兩個仔都對來我哋學嘅節目。這禮拜我俾家人講嘅事，哎呀唔知啊講。什麼嘢？我俾介紹咧，大家聽。這禮拜真正貴啊，冇辦法啊，使講貴個數了，所以我都對嚟講貴個數。John 啊 John， 喂，你誒這貴嘅個數，你 broadcast 係點啫？會執我名個就。嚇是咩？冇話我冇啦。幾句你有大家嚟拜年了，8 episode 了，就是19啦是。一個月咯。咁咪一個月。你未結婚嚟先，แล้ว出現一個月，出現是19號嘛樣？哎呀！好似你琴日嗰成個都笑天有啲入邊震驚嘅呢。電話。OK， 歡迎這禮拜啊講句，哇！你看啦，青子係病嘅，你當機你看伊。係啦。I mean 話錄個俾你嗬。哦，先嚟 iMac。哇 Because 我 MacBook sudah mati 嘛，係我 MacBook 7年了 sudah mati。你話青子嘅手機掉掉一粒菜本看到。得咯。買下咋？我好你看我買，我真正我買你叮當嗌喂。會使？大媽冇看到嘛？我掉嚟好你看啊！大媽貴先正是笑啊嘛，你貴啊嘛，哇！笑啦。你貼播出嚟，你可以加部影咩啊？關冇，咁邊嚟？關冇。你看到？咁邊嚟？虎嚟。哦。我想講隻大你咩？真係四嚟出邊。我是我買辣嘢。辣椒。啊！我調去我有。香點加英國中間。嘅落拎頭整落粒唉，笑。講講你。
我講你胡攞粒嘅掉到你領頭整啊，你搖成個 strip。我有辣你啊！我有辣你啊！佢掉落嚟。別搬去杜寶呢，杜寶12粒。係啦，講啦，咩？佢告訴，跟住之後，嗰啲係你變成白嚟講，佢告訴嘅但刺激咯。所以我冇聽到誒。我被放落已經放起啦，當今當一個 episode 出時已經放啊，特別落嘅時候被放過。OK，now， 但係我要叫住講幾個字，我要叫bowling 講俾講官日到啊，無限 join 掉 bowling finally 嚟掉啊。嚇？講啲幾個數啊？啊。我就是講佢啊，講你呢，講我大，咁幾個數啊？做飯係使啊，做飯。做飯你講啊？做飯唔是，你唔是講緊咗幾個數啊？你時我去迄個講變成睇嘅時候，我朋友直直叫我講啊，我想無啦，咁樣我想就係做飯嘅有時。我細漢嘅時候，我常常 repeat 一款嘅飯嘅。哦。แล้ว未記日。แล้ว佢問我，嚇？未記日七包叫我整下。我成日特別白，未記成 uniform 嘅我整嗰時啊。你是幾個數咩？喲，係。咁呢啲幾個數嘅特別嘛？我辦事就搞是有一大堆嘅迄個啥妖怪喺內邊。哦。只 monster means 真濟啦。然後我嘛是真驚，我就是念經咯。因為我是 Buddhist 嘛，我就念迄個我念迄個觀世音菩薩啊，咪念迄物件啊。然後我一變就是我一念了吼，我做飯時啊，我就感覺是個我人食個浮起來咁啊。哦。一隻浮起來咁，然後我嗰隻念嗰隻浮了，自念浮個隻關做正面了吼。然後我看落來下，佢又怪咁做下入嚟接話好咯，然後就做正面了咯，就食歡喜啊咯，然後我就請嘢，我就 repeat 啊嘛，然後做下然後就唔做啊。特別你鋪起來時，你未覺得你自己啊？啊？你鋪起來，覺得你自己啊？敢若覺得你輕鬆啊？鋪起來時咧，無看到我自己啦，我就是看咧下骹看迄個妖怪啊，用個下骹嚟個了，我做入嚟就話嘛，我就是食 release 咁樣咯，然後我就請咯。我就 repeat 啊，你可以講咯。大漢嘅我就唔做啦。我個幾把學個幾啊？我個幾啊，500啦。我聽人講幾個數？聽人講有嗰啲幾啊？啊？有冇啊？放幾嚟嗰啲，聽人講有啦。聽人講係講嚇？因為我笑先嚇，會嘛？Jepun tolong lu mute lu microphone deh. Jepun lu mute mic. Thank you. 有時叫咧我緊使。แล้ว青子啊，喺我媽我講，你聽到一隻驚，你講個數嚇，一直直甲我 repeat，直直甲我講，就是迄個我陪嚼嘅。講，我媽直直講，哎呦，我聽我個刺激的。好啦，是蝦米個數？蝦米我陪。嗱，之類啦。我陪嚼。到時嗰時蝦米個數？我係 Serendai apartment 啊，一 golf course 啊the 14 or 15 hole 啊，
有 sand bunkers 嘛 ，there are 7 sand bunkers around the green 嘛。了，伊嗰邊嘅位啊，真正我嘅巴就死了誒。了我人教嗰邊，我看伊刷個了啊，嚼個了，我說我咩，我係家己咯，我講我冇做類工，所以講唔是我人做。我行過啊，看到伊咧，我甲你講你定你笑我誒。四老闆啊，四老闆啊。係咪是四老闆？四老闆啦，Toyota，四老。較大個 Toyota，伊是感覺啥我係 race 呢關啊，伊個皮啊，伊人頂面個都無穿衫呀，穿上啊短褲呢爾就，一行落歪去歪來，了伊皮啊。哦，我知，伊人senoi，伊人sakai，人叫伊orang bunyian。唔是我啦嘛。大啲衰位誒，你bunyian嚟。你會拍球會破是我嘅衰嘛，伊啲衰卡嘛，所以orang bunyian。你買球係是人大位咩？Bad。Itu orang kau tiang. Hah? Orang kami. Orang bunyian. Bunyian as in like sangat sian bunyian. Bo. Sangat sembunyi. Oh. Bunyi lah. It spells bunyi. 逃避起來嘅關嗬。逃避嘅sembunyi。逃避起來嘅關嗬。所以人做戲可以夾底是 orang bunyian 咯。哦，伊行路啊，伊唔是像咱行路呢呀，伊彎去歪來呢。擺開好。I'm trying to tell 冇擺開。呢個嘛是應該是伊看伊家己 personally witness 嘛，所以就伊俾伊 come up with something 咩？如果在最好揾嘅本人嘅物件。我知是因為我啲多啲馬來亞是我做scouting 嘅時，人去 camping 嘛，所以人去 camping 嘅時候，特別伊個較老嘅、較 senior 嘅 scouting 嗰邊下人啊，伊人講人聽阿妹嘅事啊，你人特別對一個山，伊人調到一個山去幫助嘅位，伊人講你要去幫助嘅時，你特別佔伊個山對伊山，啊無論是放棄啲那邊伊個山嘅位啊。orang bunyian ni lah lihat lu. Tapi engkau tiang啊。bunyian家路看不到伊都知哦。我冇得知，我都冇看到，我唔知，怪唔係啲人講我聽，我冇得知。Unless 你有下你 third eye or supernatural， baru 可以看到誒。bunyian 我都冇相信嗰個物件。一講。我後邊啊，我即個啊，我翕相就按我handphone 就，特別我轉去我要可以個 captain 看，我open 我 photo 會發啦，冇半行嘅。嚇，是咯，哎呀，冇條指示就係看你流口呢啦。嚇！哎呀，你想我唔知流口是安怎看咧？好死啊！特別即係。bunyian是伊上家下面啊，我同你講啊，我 feel 得好笑嘅。晴子，呀，因為 bunyian 上家 rib wrinkle 安尼款嘅 similarity 都知哦。伊皮one fold after another fold after another 呀。安尼有款嘅啊，是咯。呢度安尼啊。冇，伊較 light brown 嘅，較 lighter brown 嘅 ，dark brown 嘛。呀，你會看到幾隻？攞晒啊！我甲攞晒啊。講 about waist high 呢，成日腰呢關。應是多樣啦，你 sure 唔是多樣啦？唔是。多樣有雜片出來嘅咩？伊頭殼大哦。頭殼較大過伊身軀。多樣啦。多樣啦。多樣來，多樣來。正人公司老闆。那是講頭殼大身軀細喲，伊是多樣來，規件來。
我諗拍球真係齋咗。大媽英國上講司老闆是 police。哦，嗱，你看，這裡啦。嗱，你看一頭。我未看到。這裡是呀，是蝦米誒？我諗我拍球真係齋咗。抓你看呢，我抓我幫大看。要幫大看袂着，無愛幫大袂着誒。這個是蝦米？好用。我是看。本人的頭，特別我看成個是baboon。有一喙精，你看一喙。無啦，伊邊有看的啦，伊邊有粒安尼看的奇怪。我一頭有一個鐵釘喺入邊，落係一個鐵釘。冇小檢查掉。我唔掉。我 excuse me，迄個人我看唔是安尼看的面的。哦，即係做看呢邊啊？你看你頂面呢？你頂面你咪照到了咩？都有唔是見啦。你敢若看到目睭嘅啦？這裡唔使講啦。Ini si kisah misteri bertemu orang bunyan di kebun dekat hutan. Tapi saya nggak cohi ni. Tapi si dekat hutan ni, lu tiada orang kong ni kau suah orang bunyan kau suah. Tapi dekat on the right side, ni sangat iya. Lu看這像一啲嘅 right side，你 chest right hand side。我未看到啊。冇啦，一陣個開心啊呢。開心。我知啊，仲講到一個下，這啊，唔是海參啊，咪叫做人參啊，是哦。我想講我本來學嘅係海參啊，不是人參咩喂？我未曉。人參啊，人參是係咪？應該我本來學嘅人參咩？哦，唔是本來學嘅就海參。哎呦，這個我要真係，海參會食啦，係咪海參唔是真係？我係咪被食海參？反正一人講，就一人做嚟講，我聽唔到兩個啦。誒，你看這個，就看這個，有影真係驚，這個是波抓嘅小鷹。有。咩嚟？就是可能有蛋嚟嗬。有蛋啊先。嗱，但我未到對，聽朝你講咗啊？哪間啊？哪間？誒，冇啊，這個是人嚟啊！我每英國獎是一條啊。英國獎你無相信這個鬼啊，你亂來這鬼嘅小鷹嘅嚇。你Google search啦嘛。Internet 啦，這唔是話嘅，這是 Internet。那這 Internet 一看這本是嘅。我成個見啊，你別嚇見啊，你看。咦，我看到樓下有一個白蛤蟆。嗰你樓下。你看唔見咧？我看我都看到伊面去啦，變白晒去啦。但係有一個白蛤蟆。但係有一個白蛤蟆。啊。啲白蛤蟆成個日本啊是長人嘅鬼嘅呢，我看呢。是我係個刺激呢。個無解呢，成個你吸死。青子，你看到迄個鬼囝是有，伊個目睭是紅色嘅。所以我去做呢個目睭。哇！你緊張嘅就是。當晒做法術咧嗬。來跳舞啊！這頭總關嘅。南西鬼之前故。跳檔。南西都做法術了。跳檔。John 啊，我諗去檳城嘅店先。阿龍請我諗去看檳城拍一個 movie 啊。即個7月半嘅鬼對來嘅啊。哦，是唔是你阿嬸嘅？哈。我不看過呀，阿叔。名是係咩？伊名是咩？阿孫。The Maid 呀。The Maid。哈。哎我看了個係驚一個咯。誒，不，咱咪講，我未聽過你講，我未聽你講個事。
I think 青椒乜是看到诶？哎呦，我看到我都定住咯。我的小妹会看到啦，我小妹看到咧，伊有 describe 互我，但伊看到伊无惊呀。乱是对啥 ？That means 伊路本有诶 ，I think。我无看到 ，but I can sense 啦。青椒係日日你唔是講你看到咩？你講看無到？看啥物？你啦，細細隻矮。迄個是看到是真正看到，我嘅家己嘛看到，我嘅 Krishna 嘛看到。你看到嘅時，你有定哦？我無定，我看到迄點聲嘅時，我係心度開，我起行 ，because 迄個 golf club 啊，人個咧有 hold license 嘅啊。caddy supposed to look after the condition of the golf course. 伊人無做伊工嘛，所以我問 Krishna 我講，你跌路就愛，你嘅工你咪做。所以我要翕相，我要轉去韓國 captain 看嘛。你想講係囡仔，是想講上面大家你無想講是係咪物件嚟咩？伊人 golf caddy 家嘅，伊人有細聲，你回我回講，係你。快！但是逐人去嗰邊嘅咧，就嚟好度拍啊！我人叫嚟好 Seven Sisters because of the seven sand bunkers， 伊人就講快拍。哦，快拍，快係走緊啦！啊！哦 ，baby。有陣我人無相信，我人想講，伊咪叫人快拍。後尾後路 lose at holes， 伊人。Among the caddies, yang also bet among themselves who of the golfers they caddying for will win the betting 嘛。你想哦？你個另外一個驚就是你講嘅你咯，你Ranjit 嘅啊，Ranjit 看到呀。Church 就啲 Church。係啦，Ranjit 啦。啊，佢哋 Church 我有看到。我看到伊行入去講包尾入去嘅 church， 我駛我車搞我邊伊家己無去。第二道個有個嘛？第二道人只個看到係你講。了第二道我無佇暗暝點聲講7點幾，差不多要暗嘅點聲，伊看到一個人坐去迄個 steps of the church 要去敲，所以我去迄個人家講伊要找神父。你就驚啊你，所以我聽到我驚啊。了，我講我昨擺我看到啊，我唔曉想講佢哋是鬼嚟就，我想佢哋人做唔到，我心咪倒開嚟講，乜都係使做呢個，所以我明人就話講，你唔使可以人入去暗了，唔使去用隻文了，我想講外人要入去嘛。你會啊，頂你會看到，你個注四字淡薄啦，啊咩四字唔是叫你驚啦，四字是講叫你注意看啦，不到個嚟隔邊，我同你講。哦，你只會看到嘅是歡南西。阿 John 啊，他11點半了，要我家己一人住，你咪甲我講安尼哈。不要緊啊，無唔是你厝，唔是講厝嘅事，我講出去個口嘅事。不要緊，成交幾嚟做看者嘛，再有無啦。啊，南西，你來啊，你來新疆啊，我係隔壁啊，我係正手嘅隔壁啊，喺一間厝有物件㗎。講嚟，佢講無物件，特別講無物件，講就是有啊，嚟咁樣講。我去啊看。喺一間厝咧是環仔嘅厝嚟。伊是做兵嘅，伊古早做兵嘅點聲，伊入去扒了啊，人伊着傷了，伊骹一邊就要站 from the knee downwards 啦，所以伊買迄個厝上啊 investment 了，伊隨互人有賺 income 咯。逐人住咧厝住袂久嘅。我先我來 KL 嘅點聲，我係小妹講我隨即間厝我住嘅。隔壁有3個 bachelor 就長人嘅，伊人住個6個月，安尼看了伊人搬出了啊！一個家個一個家來啊，住無久幾個月走嘅就 ，the last one to 住
伊出租的亲戚叫查某来，伊做银行的 officer 的，伊大好边，啥过厝哦，伊的亲戚，我伊的condo去安邦的位起无好，伊condo起来伊就搬出了，然后伊家己一人一个查某。伊叫过一个伊的好朋友去学甲伊的 from East Malaysia 带甲伊做伊 housemate， 了过一间房间，伊睡互一个长人了，槟榔的 also 银行的 officer 来，迄个一个长人的好朋友甲我，伊做朋友甲我，伊人的厝啊，一日干嘛，伊的 water tank 若是漏啊物啊无水啊，所以这一个长人的housemate 啊。就叫我啦，我一过来，我为来讲下下面，了有时像拜六暗，伊人了出去，伊家己一人唔敢带，伊过来我为来看电视机，甲我就，所以one day我问伊啦，我讲，你大好边厝无平安咩？你安尼，你家己一人都无朋友出去啊？伊讲唔是，伊讲我大好边啊，迄一间房间啊，大了袂爽的就。逐摆哦，像影一个人行过，特别我出来找无呀。了我想起 ，the family before 这个三个查某大，伊个某 that time 啊，特别差不多要生囝，了伊人好朋友甲我 that time 我搁做工，我搁趁公司的车，了我家己的车，了伊人若是车歹啊，我借伊人我用我的车就。所以甲我。波你還打俾啦？嚇？波還打俾嘅事啦？無買，無人咧一間厝買出。哦 ，before 你還打大？哦，還是跟他睡呢，睡呢。啊 ，OK。伊某生囝咧，我過去看伊個 baby 嘛，所以伊甲我講啊，我看伊調一啥一當街呢，我問伊看，安怎亂會天生都特別調一當街就，伊看我咧。伊是沙拉瓦囝来着，伊看我了，成日唔知爱讲咪讲，有一摆头流出来哦，伊讲无，伊讲这间厝啊，有一个物件诶，我阿甲啊，迄个厝主，互伊人看啊，伊有一个啥，伊神伊啥拿刀呢？伊神伊请来搞伊厝着，了迄个一个神啊。大起咧厝啊，若是伊看都无啱，你就去大边厝无啱，甲伊来插乱路诶。哦。敢若当今啊，伊修理厝做甲会水啊，人来看厝无人伊袂无人要水伊厝。所以南西你来时，我互你，我袂接啦，伊厝你徛去边仔你看啊。我甲你讲啊，我有motion sensor 嘛是哦。我的厝，有时啊2點3點我 motion sensor 家己彈的咗。唔通。了我 motion sensor 若是彈啊，我舉我的 iPad 還是我的 iPhone 啊來看伊的 CCTV 啊，看無人呀，無人入我厝，無人來插亂。貓叫過本下手，我厝的 motion sensor 貓本是下，唔是咩？袂南西，我的 motion sensor is triggered by critical mass。你特別 over 20 kilos 吧，你甲會 trigger off 嘅。算下背嘅貓。啊。Garfield。仔。你看若是postman， 我若是 on 日時啊 ，postman 來也是 meter reader 來我會 get 啊，伊 motion sensor 家己會彈嘅，所以日時我唔敢係 motion sensor 啊，冇正抄啊。是咯，我本是有啊，我貴厝嘅啦 motion sensor 嘅。我亂咗先。阿龍來啊，學掉阿龍來啊，到啲 Skype 嚟。嚇，恭喜發財！恭喜發財！誒，咩貴啊？真正貴啊！你阿龍啊！唔要緊，我本是關仔，貴是正本嘅嘛。阿龍嚇。阿龍路來 KL 咯，27號路來哦。有啦。有啊 ，OK。OK， 人去食先，食應該。黃金嚟又更啊，隻屋裏面冇光嘅，點點。
有啊，當然咁講，特別我俾每阿龍，阿龍你已經攰險啊，你個數講你俾教我講嘅。哦，好，會使。其實你個數我直接講我都聽過嘅嘛，我係講我大家聽一陣嘅。哈，我你本身你教我講啊，OK。對，你等個意。我好似是我唔記啊，因為我有一個月咁時有一個 show 嘛，有真少人來看啦，其實。我講到我 office 嘅故事了 ，office 嘅故事啲咱嘅 podcast 裏面本講過嘅，所以其實我講嘅是我厝內嘅故事咯。而且我直接聽到我自己講話啊，必須啊。你聽到 echo 啊？你自己講話？我直接聽到我自己嘅聲。阿龍，這故事是你教我人講嘅時候。你佢聽講佢啊？係你囡仔嘅時候。講過啊。你做每隻就囡仔嚟嘛？無阿龍在請我人看啲安尼未記啊？囡仔嚟嘛，你做每隻。對。OK， 我好似我一個月咁聲咧，嗬。我 show 咧，我 start 講，我有一個朋友叫做 Nancy 嘅。係啦，我朋友 Nancy 咧到底是人我嘅。係啦，selang我咧嗬，伊都冇乜嚟佢我係厝嘅。係啦，特別咧，我買了厝櫃後是舊年before Valentine's Day 啦。我買厝櫃後咧，我搬一個大了，我一個朋友咧，到底selang我 Nancy 當再住就好啦嚇。係啦，Nancy 就講講，伊嘅感覺咧，我厝裏面有一個囡仔喺邊。你嗰個聽到你自己咯，當然冇用聽到啦。OK， 係了，我有 describe 我嘅厝，我講開門了，要安怎，係咯，我朋友咧嗬，其實咧，我朋友都係男仔嘅啦。講你估？男仔就講，你絕對老樓開，可以講我準嘅嗰度，講佢喺房間裏邊有一個房間嘅。男仔講，你是安怎？你是到底是安咩？你是每路啊？你看到嚇，男仔？看到啦，伊厝是伫樓骹，毋是樓頂嘅，伊厝三層嘅。所以伊是大啲第樓骹迄層嘅，特別三禮拜有看到啦，迄間厝有一層一個 family 啦。男仔你看到啊？係呐？哎呦！แล้ว你看到伊厝，伊是看到伊厝，แล้ว你都唔捌拄過阿龍，唔捌去過阿龍嘅厝，特別你看伊隻梅路嘅時，你做咩事走去梅阿龍？我記冇咯，人哋我就講南西要一種嘅你樣嘅一陣搞嘅咪看到物件嘛，我咪記冇真係唔講冇得搬進厝嘛，都好，我記我直接 WhatsApp 裏邊有 chat 就講我冇得搬進厝，係咯，後來就講叫一條記保本，伊叫我講你講你厝嘅佢哋外交嘅 exterior 我聽啦，我咪 start describe 佢講我做外交白車了，我開門，係咯，男仔就佢接落去講嗰度，我係記講我你厝會落樓開，我就係講開門你講你厝會落樓開。伊就看到有樓梯嗰度，係咯，唔講落樓卡啦，伊講你成看到走卡聲嘅，對，我成看到走卡聲嘅，係咯，各位，伊講到我厝我房間咧是我困嘅房間咧是啲我正手邊嘅，係講對啦是我正手邊，係咯，伊講句話講，你聽外口應該是窗眼看得正清楚嘅，就是規個聽看到窗眼看到外口嘅風景是正清楚嘅，伊講得對本啊，係咯，講我房間是啲正手邊嘅，係咯，男仔講一句話，第二呢就是，伊講按照你房間裏面顧自己房間過嘅。我知，知道。就是，迄個物件是無可能，你無來嘅，我厝你無可能知嘛，伊唔是 normal， 伊唔是普通嘅 interior 咯。嗰男仔朋友講，你房間裏面顧一個房間嗰度，係咯。伊就講嗬，迄個房間裏邊咧有一個囡仔，伊看到一個囡仔。OK， 我當然就是你房間裏頭嘅 OK。阿龍，你講嘅時當然你特別刺激哦。還是你哦，你有關係啊咯。哦，佢自己厝嘅時候。我老實講，我當然困啊！我當時我搬埋曬嘅，我困醒咧，我大開目睭啦。我是頭上我刺淡薄啦，尾頭向頂懸刺起來淡薄咧，我是看到你房間起來啦。你我上感覺就講有一個人看到我本嚟就。你路驚啊龍？接落嚟告訴唔是你房間咗，接落嚟告訴前面就，我就男細狗講句後咧，我無拄到半下嘛，我咪又無見咧咯，無插意咯，時候係咯，舊年就是過了啊個10個月啦，
11個月咁聲啦，我有朋友佇北京嘅轉來咯。伊是本地人，檳城嘅人咧，伊佢嘅口往檳北嘅，細漢讀北咧，係了往羅街口就食啦。伊就轉來走 marathon 咗，即係一個月特登有一個 marathon 嘅檳城 bridge 嘛。係了轉來走 marathon 咧，我拄到啊，就少有機會出來食飯嘛。嘛甲伊出來，人特別出來食飯咯，走了嘅，伊食飯啦，我講伊要出去。你等住半間，但係冇得半冇夠錢呢個，啊冇人嚟，因為出遊啫咯。佢一支就屬夾 property 啫，一支就屬夾俾出嘅。所以我講人講，我除咗特別嘅嚟講嘅啦。咧夜晚就講我，對咯，有見啦嘛，人嘅一支有攞嚟見啦，一個是9歲，係咯，一個是3歲幾呢就。你講財見啦，佢話出一套，那見啦那是唔加接嚟啊，賣接嚟亂嘅話咧，嗬，就是出垃圾咯。其實我上次揾嘅款係道理嘛，見到唔加啲咧就是做垃圾嘛。咁我坐見到見嘢，แล้ว其實我厝แล้ว嗬8號車แล้ว叫見到接厝，伊見到真歡喜咯。我攞嚟見到9歲加3歲幾嘅3歲半啊，真正歡喜咗，撞起撞落咗，走住我厝裏邊咧，就是嘅去佚佗。แล้ว往度講笑咯，大人甲我講，哎呀，我厝咪是冇物件咯，只有天氣嘛，見到讀書界嘛，迄個男仔唔知是。有嘅啦，係咯，走落嚟，我觀下你大人嗰啲電視啲聽會成班拍曲咯，係咯，伊9歲嘅查某囡仔咧，男仔有甲你講有一個囡仔咩？伊個房間內面，伊有講過，伊我買厝幾個月，我搬入去大無久，幾個月點時，伊就已經甲我講嘅啦。好啊 ，John，你講啦 ，John，你等你講。ฟังเขาอีกก้องก้องเดี๋ยวเอ็งก็ยองเรื่องใหม่กิน佢會做方面嘅，所以冇啱先冇講是大破雜波，伊就是講有一個囡仔，有一個囡仔呢。伊話，我一個心上當時一大波囝啦，我唔帶啦囡仔。係咯，佢嗱你大人啲聽人拍曲咯，成班就講嘛，我囡仔自己去自由發揮咯。係咧就我囡仔係見咗伊 iPad 啲佚佗咯。咧佚佗 iPad 咧，伊小弟咧3歲半嘅咧嗬，就只腳步撞起撞落。我大人我嘅紙走起走路咯，แล้ว伊嘅紙咧可度感覺堅固嘛，咁 annoy 嘛，伊小弟哦，แล้ว伊咪行入去，我有兩間房嘅度，頭一間房咧是我 guest room 嚟，客房嚟，伊較暗淡薄嘅，我冇困嘅，我冇躲喺邊嘅，แล้ว伊紙就夾咗伊嘅 iPad 啊 ，Lucky 佢都講過嘅，伊紙就夾咗 iPad 行入去，喺個客房裏邊度，一行入去แล้ว佢後。迄個大部件啊，3歲半，撞起客房嘅門口嘅咗，叫意志突然出來，叫意志出來咗，伊講 come out，got monster inside。係咯，我覺得大人就咁講話就幫我停起咯，係咯，我朋友就知道我講，都聽到我驚講後面物件，我講聽到，伊平時喺講話咧。伊只講冇啦，講咧唔捌按咁講話嘅，伊都唔捌叫伊只講出嚟啊，望住佢裏邊啊，伊唔捌按計只講話嘅咯。係咯，我就記過咯，我當然會。Did you say you say got monster inside？ 講你裏邊看到 monster 咩？伊講 monster， 我講冇啊，冇看到 monster 都嚟。但係伊全超仔指頭整講伊 monster 企喺所在咯。係咯，我哋記過咯，我同你講嘅。OK， 都講啊，monster is a boy or a girl？ 大波是查某啊。係啦，你講 a girl， 一面上喺度，一頭搭喺度，一頭搭講 a girl， 我講 a girl， 係咯，我朋友知道 Sandra 就講特別記報咯，講我伊長頭毛是地頭毛，查某咪講，係咯，伊上半面上咗，伊講無頭毛。你在做咩哦？應該 baby 嚟。嚇！伊講唔是伊應該唔是真細漢嘅 baby， 伊講伊無頭毛，所以我唔知講伊講頭毛短嘅頭毛長啦。如果3歲半大部見到無面向講話本嘅嘛，伊講無頭毛。係咯，我咪講 monster 你做下面物件咯。係咯，伊本身邊上喺度，一直頭講 monster 啲靈骨靈。我是見啦，一陣細漢就死咗誒，以前一陣細漢死咗誒。啊，我猜講應該，我冇幾長咯。
我看到伊厝的时，我就看到摇篮个了嘛，迄边甲迄间厝。哈，有那小見啦，係咪嘅有拿？伊會說伊搖籃嘛，點啊？爸爸你看到有拿？哦，看到搖籃咯，伊會說房迄邊甲咯有搖籃。呀嘛！到底我知是煙燻嘛，maybe two more 煙燻啊。南仔啊，南仔啊。你來我厝啊，真正點正，你徛去我厝邊啊，你看我隔壁厝，若看到蝦米物件，你莫甲我講啊。我問咗，我對厝咧，我打電話互你甲你講。哎來，講唔要緊，你莫聽我電話 SMS 互你看。青枝，你免叫伊去你厝看誒，當今你甲伊講，伊就看到了，你叫伊去你厝做咩？你學阿龍講㗎了，你學阿龍講㗎了，個借自己物件，你聽。啊，係講了先，我甲你講阿晴子嘅厝。不，你講了時候，我俾聽你嘅 perspective 本啊，南西就很浪浪都隻嘛。OK，嚟你講了，你會成，喂，西差唔多會出喎，你嗱講。白仔，你惹你面同佢來放啊，治療真㗎。我看袂到你派嘛。我 extension 只長嘅，我是頭家前面，我啷聽袂到我嘅啦，特別我聽到喂，呢只長嘅我一隻。好，阿龍講個了啦。阿龍講個了，阿龍。OK， so 伊三歲半見啦，就講裏邊有 monster， 伊會知 monster， 就伊會記互我看，特別我大人是喊你不看無嘅。你講 monster， 第一點查某，第二點葡萄毛，第三點啲黏固靈咯。แล้ว接落嚟咧嗬，我度講笑咯，大人就講話，伊唔知是真是假，係啦，我就 start。講係你見哪唔見啊？所以我對每一次講，安最平常時會喺講話，嗰啲講唔係喺講話嘅。特別咧嗬，伊度講伊嘅字咧嗬，古邦就當今教會見啦。古邦伊阿個3、4歲咁時咧嗬，伊去 kindergarten 嘛 nursery 嘛，係咯，伊對厝畫圖咗，啲房間裏面畫圖，伊畫爸爸媽媽嘅捆綁咗，就是一白白捆本嘅。伊畫爸爸媽媽嘅捆綁咧，伊畫藤啊，畫變成。話啦，別藤鴨外口嘛，有幾嗱隻啦，幾嗱啲 creator 就幾嗱隻背條物件都白色喺度。你埋看呢度，你哋講下，即係物件？你講下嚇藤鴨外口嘅物件咯。你伊嘛第一隻講藤鴨外口有蝦咩物件？冇物件嗎？你講有嗎？按照你冇看到，伊看到有白色嘅物件啲背條度，喺你點解伊冇你死會嘅？係咯，即係你是頭先嘅 case 咯。這是指就唔是講有 monster 嘅小弟咗，這是指就。係咯，第二個 case 就是，應該厝是 apartment 啊，樓頂會看落嚟。係咯，有一日你可一指就看到 guard house 啦，guard house 是人 at 超咗。你講樓下，我未記佢嘅名啦，有一個 guard，即係講你 Uncle Rajan 啊，先睇一個名啦嚇。如果 Uncle Rajan 佢 at 超咗，係咯，伊驚咧嗬。我朋友啲 Sandra 咧，我就斜鏡嚟講，按到條斜鏡咧，因為阿個 Rajan 一個禮拜整死魚啊！佢哋查某囡仔一啲行啊，會看落去樓下嘅 house 咧，講阿個 Rajan 佢伊 at 手咗，所以佢 at 手咯。所以特別有冇做半行嘅？如果有可能囡仔看到物件，我接落來我關事，我上次講啊，囡仔看到，冇做人就好了，我唔報數咯。แล้ว講到嗰啲一個伊小弟咯，伊小弟同佢調喺房間調喺厝裏邊嘛。แล้ว我就看伊小弟，佢就行去行路咗。แล้ว伊小弟同我撇啲塗骹位看壁咗，然之後看壁 ，OK， 我廳咧嗬有沙發咯，沙發對面咪就電視機咯，電視機咪是啲電視機嘅夾頂。卡地地講係老人家睇到我講物件嘛，卡地地係咧有拖嘅，電視機是喺啲頂邊嘛。係咧，伊小弟佢哋喺度撇啲塗骹位看掉，係咧電視機嘅 set 喺拖嘅下卡咧坑嘅所在度，就是講伊係到頂有四節卡嘛，隻鏡嘅嘛。係咧，小弟就黐佢哋人落去，擺喺啲坑度，看到咪是壁咯。咧我就會做下邊。
啊，你講嗬 monster， 講 monster 到嚟，你講 monster 啲裏邊㗎。係咯，往度未做半碗嘛，因為我冇看到物件嘛。你講刺激啊？啷個叫他冇吉利啊？你個記住。我吉利，我係指往屁股。你阿仔嚟，我係零，同兼係零，你好聽。往就吉利咗，係咯，吉利啦，佢比較緊咯，係咯，接落嚟嗬，發生更加奇怪淡薄嘅物件啊。係咯，接落嚟我就講嗬，我同你梅佬啦，monster 同你到落位，已經另外隻所在咧就已經行喺邊嗰度，已經 monster 啲邊度，係咯，我講就嘛，你講 monster 啲房間裏邊，你咪講冇，房間 monster 啲設定。係咯，往yang ai，แล้วแกไม่往別做步行，本嚟往時 just 當做講笑咧，係嘻嘻哈哈咁攰咯，別做步行嘅嘛。聽講嘅事啊，聽講咯。yang ai 走嘅點時候，yang ai 出門 yang ai 走嘅點時候咧嗬，依佢真係假啲，你唔會考嘅喎，你房間唔會考嘅喎。係咯，唔會講嘅嘢，你看咩物件？你講冇啊？你講嗬，網上固定哦。一想就係咗，我注意目睭一3歲半嚟咯，注意目睭咗，佢就講成人一樣嘅物件，你目睭連起嚟啊，你講嗬，冇，你講 monster 會喺裏邊咧，你講 I thought you said monster got monster inside，你講啊你一想就係咗，你看到一目睭是一啲想就係啦，解隻勁，解隻啊 no， 你往到心裏邊大啦，就心裏邊想講。唔知是唔是 monster 叫佢咪講下叫，Hello， 有條走咯，最除了嗬，葉子啊，是嘅，喏，第二節古仔舊啊，WhatsApp 上班嘅就係咧，葉子 Sandra 啦嗬，講我，喂見啊，同佢講啊，佢講我 Uncle Alan 嘅廚 monster 嘅，佢咪見到，佢肯講咗，講點解你叫佢嚟啦？講 Uncle 俾我知咩啫？佢講唔係，佢講唔係嚟，講 Uncle monster 嘅廚 monster 佢咪見咗咗，都入落嚟咧嗬。呢個顧發生兩個字嘅數，就是我有一個朋友，伊是啲香港過來，本是走 marathon 本咗。好啦，伊走 marathon 你大啲我係厝，伊東幫我係厝大一禮拜。伊到我係厝咧嗬，走過 marathon 咧嗬，伊去一日，伊聽起來咧啊，第二日啦，伊講嗬，我昨晚困嘅時候，我忘掉你嘅厝咗，你忘掉我厝嘅物件，我忘掉我困掉咗，伊忘掉家己啲困咗，伊看到家己啲困咗。啊！你放咗家己困咧，一看到家己困咧，面前邊啊有一個查某囡仔看到伊個。伊無講冇查某，特別伊知講是查某囡仔，無清楚嘅，特別伊知講是查某囡仔嚟個。係咯，我就 flashback 啊，我就 flashback 就係物件啦。我無你搬接嚟無久嘅點時啊，自貴啦，我搬接嚟啊個一禮拜過後咧，我就去香港佚佗嗰度。係咯。我搬啲嚟咧過後，我唔是去香港，我是去 KL，sorry， 我成去 KL 去香港嘅。係啦，我有一個朋友，伊本是檳城嘅人嚟，特別伊規個口，咁咧搬去沙林度咧，所以啲檳城是無厝度咧。對面嚟檳城就行嘅時要去做工又好啦，就去大酒店，就去大客棧嘅。係啦，伊同我講，誒，你有上頭我大我係東幫你住喎，係啦，我就食嘅，我講唔要緊，我人無啲，特別你去搞我個椰sau司，椰佬sau司你大我住咯，我係上次你because我真好嘅朋友嚟，係啦，伊去椰sau司咧。伊到我厝，特別伊頭家尾伊無甲我講到咗，我人出嚟齋時陣，伊有 post 小影互我看，伊 post 伊 selfie 啦，係咯，我看到伊 selfie 是我嘅厝翕嘅嘛，所以就是講伊有去我嘅厝咯，對唔對？係咯，伊去我嘅厝，係咯，伊翕咗 selfie 過後，係咯，即係11個月數過後，我問伊咗，我問伊講，你有感覺到佢物件刺激咗，因為我。當今換落嚟啦，教我講我厝一個查某囡仔咯。係咧，伊講後面就，伊講 actually 嗬，我無大呢個厝困嗰陣，嚇都唔得，你無大我厝困，都唔是企我厝咁樣，企嚟我厝啊，特別伊無大我厝困。我講做乜事都無大我厝困咧？伊講好似伊接嚟啦過後，伊嘛 make up 咯，浸 egg shower 㗎啦，俾準備出門去搖咯。係咯，一條好是家己物件㗎啦咧，嗬！一感覺到刺激咗，一直接，因為有一個黑色嘅影，細細隻嘅，徛喺邊啊咗。所以一直到夾壽司，條好物件了，就走。steady 咁，
走啦，伊無該 steady 走喎。伊無來我係出困咗隻，安尼款樣咯。係咯，我動劍咧嗬，係咯接落嚟咧嗬，接落嚟都好都到一個 case 咗。我估上講有關係，關係是冇關係，一是冇關係，特別我接落嚟有特別嘅嘅講啦，就是我係maintenance office 嘅人啊，應該往就有一個 management office 嘅，伊是往一個 neighborhood 正好嘅，有一個 management 嘅，伊 management 行咁 SMS 我就伊講嗬 ，Mr. Wei 啊，做咩事？伊講咩物件？做咩事？你去開迄個塗開迄個。你都講係你塗骹有狼膠嘛？伊狼膠頂個嘛是有鐵嘅咯，時候。哦，係冚嘅。鐵冚啦。伊講做乜事你去開迄個鐵冚咗？我講嗬，開咩鐵冚？我第時去開鐵冚。我對鋤頭整嘅是得咯。我係鋤頭整。你講我去開迄個鐵冚，開迄個鐵冚咧嗬，去看迄個狼膠了，鐵冚無冚到對咗。伊講安尼講真危險嘅。咱車行過時啊，規個車鏈咁嘣住佢裏邊，但佢而家咪人行落去拔刀塗骹，架落去佢底嘛，是唔是？然後講，你講後邊物件啊，我完全唔知講佢物件咗。你講我係人啲 CCTV 看到路咗。係咧，嗰時半暝2點咗，我講忙死咗。後尾半暝2點，我冇啊！你講半暝2點，我都困去啊嘛！我睡點先，睡好睡點先。講我困去，迄點先我香港嗰邊佢未走過，我未講佢，我就是未講，琴晚我哋2點鐘瞓到覺噶咯喎。你講是啊，咱困去咧嘛？你講你明天都是講係你，我哋 CCTV 看到路咗，然後我就奇怪咯，我就心未定啊，就心未定啊，就我咪。教我朋友白白走去 maintenance office 入面看咯，一開 CCTV 看，我看了我是有淡薄就真係驚嘅，特別我看較細字看啦，唔是我嚟，迄個人唔是我嚟咗。我看就有一個人，迄大部件，教我嘅 size 是相嘅，規個 pattern 穿嘅衫穿嘅褲相嘅就，真係相，我佢看到就真係驚一迄個人誒，是亂很啊。真係我特別我一攞名，我就講唔是啦，唔是我嚟。等陣，我使問物件未？伊個鐵冚有啲邊無？有啲邊啊無？有啲，要開掉。所以伊唔是拆來啦，伊唔是要伊唔是要偷踢伊個鐵啦。有人要偷踢伊個鐵冚嘅鐵，你知無？伊人去用伊個鐵去來做啊。有少數呢就，伊是有一個大部件啊，伊講。你 management office 人會懷疑是我是因為伊捌看過迄個大部件誒，因為規個 neighborhood 無你10間厝呢嘛，100家了嘛對唔對？然後一大20年100家了，伊捌看過迄個大部件，所以伊想我是我嚟，然後伊看即個人 at 手，然後伊朋友幫伊了，伊朋友 ghost down 伊車都轉去外口出大路對厝，然後伊咧大部分就行到對家己大個所在度，伊行過點時咧，伊行咁停一下。佢哋人箍落嚟去啤迄個鐵冚咗，啤鐵冚了啊！伊叫你人兩隻去內面，佢起來了，佢行到對伊厝咗。我講我唔知伊做咩物件啦，因為 CCTV 綁嘛，我唔知伊做咩物件。特別我甲伊講第一點，你人唔是我嚟 ，confirm 唔是我嚟，因為我感覺到伊有呢頭毛嘅，唔是我嚟。然後第二點。一行入去迄一間厝咧，嗬，唔是我嘅厝嚟，因為我係看到我係車嘅頭前嘅火嘛，乾啊火嘛，伊是佇我嘅厝頭甲起一間，起兩間啊 ，sorry， 起兩間我甲行入去嘅，所以唔是我嘅厝，是我嘅 neighbor 咧，我隔壁厝邊嚟。咦，是唔是講我朋友係一間？我講我看到，我點知我叫你厝時，我等到你外口時，我隻朋友話車對嚟嘛，我講我看到隻朋友，我捌伊嘅嘛，起兩間，起山頂嘅邊兩間。我唔知是唔是一間咯，我就講唔是我做到掉咯。係咯，交俾我唔知會咯，所以我講我總之唔是我啦，你家己要去查啦，家己要去 investigate 咯。係咯，我就順刷，依段20年嘛，我順刷未講嘢。誒，你知我哋厝嘅歷史喎，我厝裏邊啊，古早還沒人大過，一念解了出來，我聽啊，一知我厝還沒人大過，一雜個了就一段20年。哦，你厝呢？係咯，我上個你厝是新嘅咩？我來厝20年誒，伊講佢你告訴我聽，因為伊是頭一間誒，伊是頭一個 one of the
first buyer 嚟，所以曬個了誒，一句你 neighborhood 後邊起嚟整已經買了誒，讓揸到10手誒，所以呢度講嘅處歷史中，後來我就講我係故事嚟聽咯，後來講啦，一模觀察咯，呢度就係驚，安哥就係驚，一講嗬，冇啦，阿咪查某囡仔，你厝無可能有查某囡仔誒，特別一講咧佢後，伊個小可想就誒咗。你講唔，我捌誒，安尼一條無人有查某囝誒，啊！你以後咧停者想講，特別近係有一對，比有可能咧嗬，是有一對翁某，伊個老翁某咧嗬是日本人嚟嘅，特別咧嗬，又冇甲人講話喺度，所以伊猜講，若是講是嘅話咧，本是人較有可能啦，村嘅人個了是，伊知個了嘅是。有拍 call 有 say hi bye 嘅，應該唔是咯，是迄一對本來紅某食店嘅無講話，相對有可能不是人啦，特別無可能有查某囡仔住喺邊，伊家己唔知嘛。我講我唔知啦 ，because 佢嗱嚟 case 咗，但係冇講我聽講我厝裏邊有一個查某囡仔，我別做幫嘛，我實際講互伊聽咯。所以我猜到有可能是甲你日本人有關係啦。然後接落來，伊去 find out 到隔壁厝。actually 是有一個伊 nephew， 伊個孫仔來伊厝佚佗2-3日嘅，係啦，住伊厝，啦暗暝半暝甲朋友出來，食飽了當伊厝點聲，一行過點聲，伊個電話加撈一個農家戶，一病咧去冚咧嗬，伊手拿雜咧啊，伊袂記係講咧啊，伊記唔得電話啦，一行入厝裏邊咧，伊袂記冚。龍，做我問你一個啊。你講這個 uncle 講啊，伊知 all the people 大去落厝的位啊，伊人大久哦，還是大前兩個月咧，人搬。有一個人是 investment 嘅，有一個人是 investment 講買了無大，買了無大呢，像是 weekend house 嘅。伊講第清楚是有大條，就是迄個日本嘅紅毛咯，有大落去嘅。像你嗰陣，本嚟紅毛伊 pregnant 過了，伊會見仔死啲巴肚會死掉嘅。就是我啲妹啦。真係有可能啊！你看。有可能啦，伊人是少年嘅查甫甲查某嘛，無條啲伊人生一個囡仔了，伊生漢嘅是死去。Maybe miscarriage 啊！我不嬲日本。呀！你後悔啊？未講呢個字。真真冷漠啊！伊個故事真真冷漠誒啊！呀，我聽到。我是老實講啦，我是家己唔捌喺一間房間裏邊困過嘅咋，我家己唔捌咋，我當然不唔加本咋，所以我當然咧嗬，我報講有可能，我厝上店咧需要人啦，所以我咪做 Airbnb 咯，我做 Airbnb 你問佢有人講啊？我冇同人講啦，我到對國家嘅事 Russia 嚟應該比較聽。哦，係啦，我冇人講。阿毛，我講 monster inside。Airbnb advertises 啊 ，comes with free monster。我刺激。喲，啊，我咪每年。能使講為厝嘅。你厝對面無厝嘅嘛？是唔是？嚇？你厝對面是無厝嘅嘛？是唔是？啊，無厝嘅。大班嚟嘛？你厝對面是插，下嚟，安怎講啊？厝長個了了嘛？山嚟嘛？你捌去過青枝厝啦？我捌去過。我都唔知過啊！即係你家己安尼可能，我去看咯。你安尼看第三日目睭看啦 ，OK？ 啊，開去看咯。我 recently 早幾若個月啊，看過有加一間看啦。特別我唔係講伊厝發生蝦米事啦，伊叫我看，我所發生咩事我唔係講啦，比較細你當伊家己來講啦。我是講我看過後。啊，你家己來講，意思就是講那邊啲福建人本來。我唔係福建人啊。當然家己電視來講啊，然後就是你在主要看咩起來嚟嗰啲 ，OK， 感謝。啊 ，OK， 你就我是講係咩？你家己出現啦嚇嘛？嗰個 continue 我係故事嘅 first part， 我幫你講掉嘅是 second part 呀。OK， 哦 second part，OK。伊就甲我講啊，伊個家己人嘅厝有物件，安尼看，你迄時我啲厝嘛，我講 OK 啦，我幫你看者。
伊上路甲我着。啊？你朋友上路甲我着？無上路甲你誒。OK。無上路甲你誒，伊本是 KL 啦，特別唔是你邊啲啊，得使。了，我就問伊 roughly 問伊咯，我講你家己人嘅厝是毋是白色啊？是毋是啲愛行是真啊遠嘅線路才會到啊？伊講是咯，已經厝我看着。你是成日講你實在可能就知啦。無，伊是講嘅是我就有 image 啲我係哪位嘅。哦。啊有 image 嘅，所以每日你講伊厝是毋是無厝頂嘅，伊是平，伊厝頂，你講是啊，然後 OK， 我去監厝啊啦 ，OK， then 我一去咯，我一去，我甲伊講 ，sorry， 我入袂着看，你知做咩哦？我看到我到伊門爾吼，我頭捎咯就我唔捌你款嘅，我就問你會入着，我會入着厝內面看嘅，我啲大門吼有兩隻哦。紅色嘅 devil 啲兩隻門等我，你知未？讓 block 掉我咩？互我接。我甲伊講，我入去條你厝看，特別免接啊啦，即兩隻就是，已經甲我講，甲我講啊，其實甲我講，即間厝是 belong to who 啊咯。我講我入去條，做即兩隻甲我啦，免個入去看啊，我講做未做蝦米啊。我未做下面啊，你屌家己人搬啊！伊講袂怪，伊講袂怪吼，伊家己人是搬了嘅。即係伊甲講起安尼款，然後伊講袂怪吼，伊家己人叫過迄個師傅去看。迄師傅啲屋口爾，你知哦，未入厝啊。伊個車到屋口爾，伊人換車換到屋口。你就甲伊家己人講，你搬，我咪入去看了，你搬就咁樣。哦。人生都唔係講為厝誒。啊？講為厝啊？啊！我去咗先。清知 maybe 因為 the certain things 啊，較 private 嘅咪甲你講先，我都自己領。係啦，你會得嚟備厝備厝嘅。你個 private 你個講啦，แล้ว迄兩隻 devil 是真正惡嘅，你知用，是惡間嗬講真啊，我人唔是普通人會趕人走嘅，冇用嘅迄間厝。哪隻啊？你講你看到哪隻啊？身軀紅色嘅。規身個紅色，啥 devil 有角了誒。都未接啊！我根本未接，我。係glass，你手夾到 pitchfork，要手夾到。冇夾到，落去夾掉，安尼款咋惡看掉我呢？你依邊是人嘅邊係是 devil 啦。唔少，哦，成個人邊個是看咧 typical 你。devil 嚟咧，一小餅到小餅，卜隻 angel 隻 devil。阿摩嘅款還是定人嘅款？阿摩嘅款係 devil 嚟。阿摩款呢有格嘅。哇！阿 devil 個阿摩勁啊，定人嘅。冇啦，阿摩壞嘅，阿摩壞裝嘅 devil 你看嘛？阿摩 devil image。你你是係咪有啫哦？你我嘛 OK 啦，你發包講我別去。我無接到你厝，我無接到迄間厝看啦。了，我也袂要緊咯，了嘛，我無看了，規暝我就講哦，我看到，即係伊來甲我正夾去，你知哦？伊對了我咗，伊對了啊！規暝吼，我迄日我4點幾我才困，伊規暝就是佇我誒空啊行來行去，就是把路我向掉誒即個空啊，一條我一條正甲把路向掉誒，即個空啊，因為我即個空啊是向掉我白條誒嘛。所以就是行來行去，我坐伫我會聽，我有看到，我聽是看到即個空仔誒。我會聽到我10倍聽不看到即個空仔，即個空仔就是看到屋口誒。啊？啊？作古嘅事啊，啊個古佢自。3個月正款嘅事。OK。了，作古嘅走去邊啊？伊行來行去，了我無插伊，我無插。了我去困了，4點幾走去困。去困了下，了我會驚吼。伊毋捌講半暝家己起來吼，家己起來行誒，你知哦？伊迄隻暗暝家己起來行。起來行是啥夢遊嚇？成個。伊毋捌可能，伊起來伊放一本好會叫我誒。了伊迄暝伊起來，伊愛行去，我看伊行條去，就是我條店歹困，我知我4點半去困啊，我無困誒，我佇眠床位，變來變去變來變去，未困。唔想被困，本來我幫伊看，我知伊 maybe 過掉啦嚇。我過掉，我看掉到底又做咩鬼哦？然後有影咯，我會驚，然後我叫我會驚，
我架架車，我一行起來了吼，家己一人行去toilet都知哦，我就叫伊哦，叫伊個講，我問咯，去倒落，伊講。我去toilet，特別伊唔捌嘅話，你較只叫車我因為旁邊暗啊，見到晚那家己行去toilet，你無開開，無叫大人咯，知哦。啊，伊頭咧，行去，行去，伊就是差唔多about我困，我去旁邊了，我困落去10個冇啊，到我點鐘內面你看咯，我條點解困呢？我就是看伊做咩鬼嘛，我就是看伊兩隻有做蝦米物件哦。了。我行去咯，แล้ว叫伊咯，แล้ว載咯，แล้ว佢後門嘅啦，跟住伊，我們拉曬伊哋對了啊。แล้ว我就夾真係大聲，我甲我朋友講啦，夾啦，我講我去看呢，我就唔是愛去趕伊啦，嗰是係咪啦？我講迄間厝就伊人啊趕來做咩？就唔是我實際去看呢，所以我是無講有。harmful to 伊人啦，可能意思啦。咁啊，啲敵視伊人啦。我愛敵視伊人，佢嘅大聲甲我朋友講，可能留影晚上。只要有聽到伊就知啦，嚇。แล้ว講了嗬，有影我係心嗬，佢哋心靈㗎了，爽㗎了啊，無喺佢哋早起我係心情無上。哦。有南西，我聽你講啊，我來我大隻建築呢幾年啊，30幾年啊，平安，我咁諗下，我係是看咗後面。我就是講，免去梅燈梅曬啦。梅蘭啊，你講梅我講，你梅我嘛講，你無梅我咪講咯。我問教。讓別人梅使梅一講，我聽 show 會聽會啦。所以我就無愛 disclose 係名，因為。伊甲我講，伊 story 嗰間 girl 啊，我講做咩？伊厝做咩發生安怎物件個了？就你使甲叫我講啊！叫伊來哈，你請伊來 OK。對啊，我有甲伊講叫伊來。啊。唔敢講。OK，但誒，是攞出嚟啦。girl 啊，我就講正 girl，我聽到我本 girl。南西。再講來。南西，我直接住啲 hotel 嘅時候。girl 啊。嚇，我房間內面有物件着。嗰呢是有嘅 ，confirm 是有嘅。嗰呢我係知大過，我去過厝伊我知。你知係咪？伊 because 伊有一名是做亂話。伊你是只榴蓮只頭隻啊？冇。嗱你當我快到咩？唔是，有年誒。人家做亂話。伊做亂話，我困半暝，我。但暝我困啊，我 about 3點2點我就醒起來了誒。了，上個人叫我直直叫我醒呢，你知哦。了有一日是伊做人話，就是我要醒，伊唔互我醒，熱了我，無賣互我醒就對了。是哦，人使是哦。你唔醒熱咁。伊唔互我醒就對了。了啊！我再講我要請咧，一未互我請就對你知哦。但係我自己嘅時候，我就講，哎呀，唔知呢間房間有物件嘅喎，我係心地安尼想，你知啊？對啊，咪是。你個大條房間咪是實想啊？冇。我知啊，再講，你知啊？佢哋所在嗰邊 Gurney Drive 嗰邊啊，唔是 Gurney Hotel 啦，特別。你去到嗰個路頭啊，啲話個路頭邊頂擺古仔是有一個客棧呢，睇下浪多了啦。特別我講啊，人細漢嘅時候，人講啊，佢哋客棧啲路頭 Gurney Drive 嘅路頭嗰邊，路灣被接落個 Northern Road 嘅嗰邊，佢哋客棧啊，伊人講真係垃圾嘅，有貴嘅。我冇看過嘛，我冇甲我真係古以前我冇甲人講過啊嘛。講句佢知道。我上邊呢度啲得落位。你知係你伊就是伊嘅隔壁。Bangkok Road Kelawai Road Bangkok Road 嘅 junction 啊。現 Gurney Hotel 嘅隔壁啊。哦。你個咧是。你知係邊灣格 Gurney Hotel。唔是 the other end of Gurney Drive， 唔是 Sunrise 嘅 end。Sunrise 嘅 end。唔是 Sunrise 嘅 end， 伊個長嘅 end， 有伊個 Catherine 長嘅 end。然後你去 Gurney Drive， 你其實你搞伊個 boy 是你特別彎正出邊嘛，你特別彎正出邊啦，你接落個Kelawai Road，嚇，佢哋路頭，
哈咧落頭，頂擺有一個劇站咧。豆沙邊喺邊界去景點。啊，係 Green Parrot 嚟位啦 ，Green Parrot 係。冇，你知係位啊，我嘛甲你講過啊嘛，即個故事，前一古以前幾十年，冇幾十年啦。agak 有20年以前，about 20 years ago。แล้ว我嘛是阿妹，我跪喺邊仔哦。跪了啊，別我gini hotel 了，tapi 我未夠gini hotel。我昨天去那看到上個有人要跪嘅咯，安尼。哇，佢那插波誒！嚇，你記我跟你講。唔是穿白色冇，一穿等嘅衫，แล้ว淡薄 grey color 誒。就是南西講，伊 describe 嘛，講你穿咗咩衫，就是我頭一擺嚇掉，就是。แล้วสิว่าตัวก้องว่าตัวการฮอน喺邊喺邊隔啦邊喺你講呢位咯，但係依部一間 condominium 只有 number one Northern Court Northern Court number one Persiaran Gurney Persiaran Gurney dia tu ha. Excuse me, that number one Persiaran Gurney is not Green Parrot it is Northern Road Northern Court the old Shanghai Hotel。我上海 hotel 是大陸人，我想未去，就我所以想未，這是。你在 Bangkok Road， 你在 Bangkok Road，where Bangkok Road crosses Kelawai Road and Northern Road，the junction there。你 Gleneagles 係邊個了邊啊 ？Gleneagles 卡基Gleneagles going towards Gurney Drive，that corner。Kelengah Angkong 在Kelengah Angkong 係邊啊？就是the opposite side 啦 ，away from it high 邊你。condominium di other side 咯，以前佢哋啱。對，tapi 我講嘅位就是 high 入邊，就是啲corner位，啲彎格嘛。我哋是俾想講，你上海 hotel 是到底搭一家？上海 hotel 是你在你 can you picture Kelawai Road, Angkor Road, Northern Road merge 掉㗎啦。嚇。When you talk about Green Parrot is Sunrise and Freebie. This is the other end of Gurney Drive. sharing 嘅所在。yes，講定到你 switch 隻 building 古渣古樓啦。頭一間headquarter，嚇，頭一間headquarter 掉我不叫邊做 podcast 嘅。你再安怎啊 ？Because 古渣日本嘅店先你上海 hotel 啊，伊有 underground 嘅伊什麼？one level 咯，伊隔壁間拍人死嗰邊嘅。伊人 requisition 伊劇站用做伊人嘅 interrogation 啊，是係咪？特別我細漢時我本會記伊劇站，伊冇係咪管嘅啦，baru no 三樓呢。already demolish 啊，係咪先？冇，我細漢時冇 demolish 過，冇啦。伊 demolish 咗，伊度起係你 North Persiaran Gurney 嘛？古渣behind this Persiaran Gurney 有徛厝咋哦，嗰啲阿婆樓啊，一間嘅。我古渣我伊若是無浪多啊，伊是 number one Persiaran Gurney 嘅隔壁，較後邊。後背較後邊。我古早咧迄個徛厝啊，我先對來 from 英國嘅點先啊，我大檳城啊，下晡時我去拍球拍 tennis 去 Old Freeze 嘅位置，所以我有一個朋友伊帶去一間迄個徛厝就每間咯，我換車去嗰邊北外交邊啊，我兩人行 along Northern Road 去 Old Freeze 啊。伊個厝啊，伊家己甲我講，我人佇行佇回去 office， 伊佇回我聽，伊講伊厝有物件誒。伊講伊厝有物件誒，阿妹啊，伊個房間誒門會家己開，會家己冚誒。我個牆要問，當我要問看一間到底 Skype 嘅，一間我無你甲 connect 有未啊？除了龍同 Skype 個另外一間要 connect 掉嚇。有啊。你名咩？
點？我都好啊，我唔知嗬。喲，咪可以學到名啊，好尖，都自己驚。咩啊？叫我珊珊咯。珊，OK，嚟，OK。我叫你講珊珊。我上冇嘛，我是男朋友嘛。山叫叫，都是男男嘅朋友。叫名咧，有人叫山叫叫啊，唔是啊？山叫叫啊！叫山叫叫，我叫珊珊啊。你叫lâm陳教授。男嘅朋友啊。lâm陳嚟。我想我教了個講 short 嘅了哦。啊，唔緊，慢慢講嚟。我講我想一幫嘅咯，我福建是講好呢。係啊，未擺啊，邊度嘅？呢邊就冇抄我咯，佢咪變等啦。嚇，幾句抄我咯，佢咪時間等咯。我講。你頭先擺起來啊，林，林陳，你頭先擺起來啊？頭一擺起來特別聽隻古文，啊。哦，你是怎介紹你聽頭一擺隨啲事？我 office 人介紹我聽咯，我聽隻古文了2年安尼咯。哦，我冇來，你冇來 call 我現掉嘅 show。我冇喎。冇去啊喎。嗱有招我去，但係我冇應去啊。嗱立咗啊！你可能會見講，你是唔是成日喺你網咖呢度拍攝啊？有淡薄拍攝。做咩事拍攝？我冇明白做咩事我拍攝？阿龍啊，你叫我同你講哦，我同你講即係 BB 爸爸同我講隻人就，哎呦媽呀拍攝唔加氣，你叫我。就是上家之前林陳你講我做咩事拍攝？你叫我掠你去帶下，還是叫我收你？冇啦，我淨係主要尋人嘛，然後諗是我當時嗰時我係朋友嘛，起來咯。哦，我叫你較歹勢啦，有你較細字人，把刀攞個細字人，你個去夾，你坐落，咁落掉頭去，我內坑去嘢，唔知咩事做。我嚟就會講你幾個故事嚟。我講是按照你講你學嘅話講冇好就 OK 啊。你平時到處講咩話？華語。哦，你特別外口，住外口嘅時候講嘅話啦。甲別人講啦，邊本正巧。哦，別緊，你聽別人學嘅呢句，你冇較進步咩？聽了冇講嘛是冇用嘅。但係你嚟參網測字啊，嚟參網嘅字，當今我哋 internet 個未看到你面個面了抓落嚟。未曉我係教，未曉後點係教嚟講。OK， 然後我講是我舊年去台灣嘅事咯。我舊年去台灣住一間 hotel， 唔是 hotel 嚟，成個民宿啊。民宿係咩？我就民宿。嘅炒對。哦。對。然後伊是around 靠山咁樣。我山邊啊。我山邊，伊是有溫泉嘛，然後伊正舊嘅 hotel 嚟，正舊嘅民宿 ，OK。係咪為民宿係咩？我唔曉聽喎。homestay。哦 ，sorry 啊。然後伊對咧即係搞到正舊嘅，然後看到是正陰森恐怖哦。陰咧，同我恐怖，恐怖。然後我教我幾那個朋友去嘛，然後我帶教我嘅 girlfriend 一間房間，然後我朋友3個另外一間房間。正三拜。人歹勢人就是唔敢起來咯，咪咯。我唔敢起啊！你個講嘅係大聲。解啊！我清楚啦，我當下一當我做 show 嘅時候，之後人嚟一頭我學落做咯。然後困咯，阿妹困咯，阿妹無事。然後打起嘅時，我有調迄個腦袋起來啊嘛，然後我醒起我去到成仔，到一本正陰咕安尼，然後我成仔我是無事，然後我插落嗬就我個 girlfriend 嗬就第一個 ，after that 伊看到物件，然後伊無講，然後伊點
伊無出聲本咯，然後伊出來，伊本無甲我講，伊佇房間內無甲我講，然後我無路後生囝 suka 係 selfie 嘅嘛，對。然後佇房間 selfie 第一條翕嘅時，伊嘅 selfie 我嘅面是totally clear 嘅，無蒙嘅咯。然後伊嘅我個 friend 面頭是迄面敢若面呀是蒙蒙看無嘅。蒙蒙，有淡薄蒙蒙佇面。第一條是伊嘅 effect 是是安尼哦，然後我覺得是我嘅手準啊，是安尼哦，我翕第二條，然後我翕第二條是本是上小，伊嘅面呀蒙嘅，然後我 feel 無對片哦，然後我想叫伊後尾走咯，後尾行我落去啊，然後我去下骹是翕相是 OK 無驚。我 expect 伊甲我講頭媽伊佇台咧時看到迄個有一粒看到玻璃頭啊！玻璃頭是飛條一兩秒，然後無跌起啊！啊，這是叫做玻璃頭，什麼意思？是不是正面一半，還是一邊一半是倒邊？嗰時 left right 啊呐！玻璃頭啊 ，left right 嗰時。哦，那可能佢哋目睭嘛，起啦。我一個影咧。伊是唔是到啲伊 shower 個燈嚟看伊係啥物？是伊是條有一個 window 咧，伊是 window 邊啊。哦，係拖出像個阿龍嘅 monster 去外邊看入來。lâm產都是唔是冇到 honeymoon 對內？唔是啦，我個後生冇教應過啦。哦，OK。哎呦，人講都唔緊咧，你簽一個咧。講你唔是因為我 suspect 講伊是一個人我baru去食教因咧，我什麼唔嘢咧咯。哦。咁乜事叫我做那是唔是咁配啊？伊講嘅嘛成頂擺我講過我去台灣嘅本咯，迄間房間就會入去啊，你都垃圾講迄間房間啊是真正無爽嘅啊！哦，咁配啊？咁配係你相啦，我要看你面啊！咪啦，真啊，人流啊，會有。但我學到看伊舊影相係咪？係。幫我人看。咁我除我小影。哦，咪去咯，你就是伊嘅房間垃圾嘛。你我昨下嘅時啊，我唔敢開門，我門本無鎖，因為我直直看到有人喺邊看我昨下。哎呀。哦，邊唔是插背啊？唔是啦，我垃圾台灣嘅學弟啊，隔離我冇咩清氣嘅咯。哦。我南西就講了，台灣嘅客棧啲垃圾嘅。哦。我是叫元朗州啊，台灣嘅。嗱，咁呢條大灣呢？看。哇！看啦，阿 John 我看到 ，John 我冇看到。你冇看到啊啦？係起來。哇，咁配。哇！這裡是巴魯呢？這是巴魯呢咩？誒，咱冇小影咩？咱羅蘭。有啊。咁配。有啦，咱去食 lunch 本有嗎？可以先有。這是食到多時，梗好了，我即個賤啊，到多攞，我自己 cut。你會 make up 喎？我會 make up 個，這是我會 make up 個本係時，我唔對我學到真㗎嘛。依隻是兩隻真嘅，我都呢是真嘅咯。哦，只你頭毛係花計水一個咯。我到多湯。我看到多湯啦，看咁配啦。我個看，嗱，你看我自己 cut 到多湯個，你看小影個你看。哎呀，John！我講唔聽啊！我係時去搞冰嘅時啊，我就冇事啊，我特別去吹領帶，連埋 call 帶。浪教水，你看老款我。哦，拗啊！你笑。呢個老咗，我諗看我今日冇估。我今日冇估，嗰啲反正這估嘢告訴我，是不是教學人看你估嘢人？你一個最主要，個請到咧教
咁配個車就一個囡仔背哦，你看，IQ。一個 page boy，一個 page boy。啊對啊。哇，梗係水咯。伊個 train，你講話 train 轉堂。哦，我想。伊個 train 轉堂。伊個 train 啊，一個 coach 呢。難講嘢差啦，呀！等陣我講下你講即係毛毛菇加咁配啲個口嘢拍卡。我俾看嘢 end 到把啦。你俾看即係你俾看八半啊？我俾差半啊？看嘢嚇，你俾看嘢，差半字嘢啱啊。嚇，看。哎呀，sorry，開始啊，插背冇。應該冇看到啦 ，because 插背衝得來，衝得走，應該冇啦。because 是唔是這樣子㗎？係，因為迄自己是查某朋友做插背是。哦，袂怪啦。一半呢，伊就走咧。查某朋友袂怪啦，即係 John 去插。我咁配講起，如果將成了個水一個咯。對 ，thank you， 我無拄到路，我激死我呢。sorry 啦，喺你前面未拄到路。哎呀，這個要買來食個人哋別個呢？咩？因為插背放工食晏嘅事，我趕袂赴。哦。插背放工冇夠。OK， แล้ว等陣，我咪講你舊英嗰個，不知講撚個八。你講你幾嘢講？because 我會講個幾就對，我俾學即係林陳佢講嘅一個。你幫我找。我講過一個啊。佢講過一個啦，佢找。你不是我細漢即係這邊有下個嘅。有啊，等陣。當劍咧，當劍下個。當劍 OK 啊。你講下。我講過一個是我細漢嘅事。我細漢是住喺甘榜嘅嘛，然後我係講是做茶。Google Plus 聽到。你聽到 Google Plus 啦我。有少少。別 continue 講先，你少少會講什麼？佢講。OK， 我這是我細漢，我古早是住喺甘榜嘅，我係講是做茶咯。我做茶了有時工廠食長嘅，頭前是大啊，後尾是工廠咯，然後。工廠後尾我是建築吧，了我細漢是教我客人攞嚟人，然後細漢是無物件伊嘛，所以然後走去後尾迄個建築吧，去挽伊血啊，去劈到破聲亂咧，脆了我真enjoy 食飯嘛，แล้ว走去教我阿媽講，我阿媽佢講，又罵我阿媽我，做咩都見蛋去。有下面見做字啊，咪個蝦啊我，我行，佢叫我去拜拜哦，我落嚟人行嘛，條蝦了我行後尾時我看到迄個浪狗啊，伊正坐迄個一步的，我這個頭毛正長正。一頭下掉，然後我嚇掉了，唔敢去啊。然後伊建造長是有迄個叫咩？迄個 flower 啊，建造花，有一粒嘅，我看到驚我唔敢去啊。伊迄頭毛是到啲浪膠嘅南邊啊是。對，本地無嘅，我劈之前是無物件嘅。人講建造巴大擺有頭尾，安尼有看你物件。這是我細漢嘅故事咯。這是人講啊，講食狗屎啊，去佚佗安尼物件。你去食到咧剪嘅頭毛啊，點解你見我唔知啊。我攞嚟細下。安怎我嚟領嘅？我 basement 真係領。喲，我驚。你講幾個故事咧？啦 ，OK 啦，咪換 topic 啊。แล้วOK，I think 呢舊個 spring 咯，好 OK 啦，就不知講啊，我點半正啊，人講嗰時，我正啲時我去新加坡嘅時，人講，哎呀，正啲去 live 嘅 show 是留咗特別計啲嘅 show。我講那是 live， 那是講 live 嘅 show 做點半正嘅，人講啊，可能對嘅了啊嘛。
阿 John，等陣啊，你講只金配結婚係點先啊？你啲隨令訂俾食，你講成頭話追啊？第個八小時嘅講。冇，我俾佢你講，我諗去邊咧啊？你每英國中，我諗隨談澳橋，食條澳橋。澳橋係咩嚟？澳橋好油咯。澳橋是不是係你 jelly 咧？lemon 咧碎碎咧，嗰個荔枝子粒嘅嚇。呢個好食啊！我就講咧，要你一家陣嘅酸嘅你看，令你我40幾年冇攤食澳橋啊！please， 看你個八時跟我講 ，OK， 今時我就聽呢個就入邊，今時聽鬼告訴希望咱今年先只鬼，我直接順順利利啦。我是拄好順順但你順去每個男仔啊。幾個 episode 都好先只鬼啊嘛，15啊嘛，所以咧會使放我咧，我往間落嘅幾個 episode 咯。今時我嚟聽就少聽這啲擺咧，我俾今時我係特別嘅邊咧，就是嚟聽不拉真嘅，然後嘅金配同埋我講日本今時金配，然後個阿涵冇機會講日本啦。唔要緊，笑袂到。然後個南西咯，其實先啦，南西我咪梅魯啊，冇梅掉個啦，等第個擺 episode 時間講。啷知唔知個八 episode 是？即應該是攰個八啊！應該是個八而啦。是個八攰唔知。然後個英國將冇上線攰，冇就冇很攰個時間講嘅。然後個柏林，咁是柏林。jagung 咁時跟住 dry 幾出嚟呢？有時個清當見面買啊，頭俾叫林西蓋大買啊！我唔是把你看，嗌我去伊厝一頭看一頭解講嘅。有，然後佢之前是住嚟日本鏡日本鏡 OK 日本鏡講掉。個有到啲位Skype 合併嘅地，阿龍叫咩？咁時阿龍後屌阿龍咁時伊講伊做嘅 monster 嘅故事，然後個有淡仔新椒巴魯加嚟教我人講嘅諗產咁時然後個有其實一人巴魯加嚟，特別我同你講右邊嘅是唔是右邊？右邊你會唔會佢教我講幾個數？個見啊，你估啊，問個拖等你都個冷命別當。OK， agree，你解對啦。OK， 右邊咧是當叫我幾難嚟成啊，真正抓心一定真抓心嘅聽講咧，右邊就是 one of 人嗰度。叫我記，我梗歡喜啦，頭一擺到啲，但係個八隨時講，感謝啊，各位聽眾，拜拜，拜拜。come on boy 上配都是嚟 KL 係喲，我啲叫你個梅話，我看我人下我落去。我講聽啊，當咩現時啊，時間冇夠，當今咧去做新正，當 imagine 當今是車六、車一、車幾人咧？車一、車二、車三加車九、車八。車個。大家嚟拜年車個，喂，拜車個啦，車個嗰啲人開工是只冇爽嘅日子啦，咪講。大講乜嚟？大講冇爽嘅日子啊！我聽到做咩？就是人邊咧學嘅就是教幫助人 Monday Blue 聽啊嘛，所以學人做用。條本好。啦 ，OK， 當然我這邊看一下邊個開過啊，咱誒叫做嚟拜年啊 ，OK，拜拜。拜。